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咧》，我是 Rita 林玉天。啊，呢一首大帮伊是在当好谈吼，喺今日来到节目当中，我大帮来个特别来宾来介绍好谈嘅音乐韩国神奇嘅故事呢。你莎莎来欢迎大帮音乐团嘅刘永昌阿昌。Rita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请叫我到天视台来咧，嘿。宣传下，你是咧冇关系啊，分享。冇关系是没关系啊。好，你哋也去了时间，全部做得讲吼，动唱嘅。上节目係講試驗較多啦，都觸動你講去了嘛。因為人家他前世都愛嘅故鄉新竹，期待你差唔多變做愛新中人嚟啦哈。新竹係愛爸爸嘅故鄉啊。哦。係啊，我話到你是係講詩人啲北部。爸爸係灣山人，無卡講詩人啊，出門講去了較多啊。哎呦，所以咱個人強哈。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大家看到艾良沙咧烏克麗麗那人哈，師弟講，你有好消息咧，你了解係你嘅咧，你的這個分身係啊。就係今年做一個學校嘅一個巡迴表演用嘅主角之一啊。當定一下，好，我想你今日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咧，浩克里里。浩克里里咧係一種專輯，有本小朋友做得看，要從繪本從樣式按樣印哈。韓國呢地度有好聽嘅音樂，好，你係聽一些哈，有聽一些，但地度有當到樂譜啦，小朋友做得聽彈重哈。所以你咧聽一種你發行嘅時間，哇！回響非常的好，太厲害了。哎呦，還做得啦。好，還做得，韓國去學教孫輝咪哈。上一種浩克里里嘅推出哈，我知道本意動態感同啦信心係乜嘅？第一個部分是係小朋友還有家長本來嘅意見，是講小朋友覺得是青島國嘅第一擺堂都是會創咧。會創其實上去教用班，因為第八度有譜嘛，你譜有寫落去，家長每次都有條歌曲做得落去教小朋友講，你還有創你個客家歌。另外一部分就係你學教講宣傳詩嘅部分，宣傳詩有留青島嘅建議，知道第一先用伴奏還有夾到愛上愛有乜嘅歌曲，就有青島嘅意見本來。最重要嘅就係你禮拜有青島嘅創作者，作詞作曲嘅，向下來打榜啦。哇！我從呢當要上班，唔知你懂唔會上，因為我講。比如講，你看第一種到第二種、兩種哈，都係親屬都分享哈。無論你推出結局哈，嗰種時因為有按你嘅想法，因為唔知㗎，其他咩彈得好。應該講我知道所有嘅彈撥鍵盤樂器，就搞到懂好。係因為特別想要來設計一個係用烏克麗麗來彈奏嘅，所以係小朋友嘅專輯嘛。因為一開始哈是我哋嘅學校有教烏克麗麗，烏克麗麗學校嘅就係先生就問我講，佢學校嘅校歌啊，做得編咗一個烏克麗麗版本，也是編下去，小朋友一下子會教咧，就會唱校歌，我是想可能天公落水面有一個烏克麗麗的彈唱版本，也是編下去就。嘅譜寫好發下去，差唔多5分鐘忙到，小朋友是大家啲嘅比賽，盲人還要彈，還要唱，還是知道可能你下咧推廣嘅母語客家話，還有可能
汉拜可能係好多方面做得，就係用一個烏克麗麗啊，用簡單嘅樂器來去做小朋友嘅學習嘅媒介咁樣。哦，原來係安尼哦。古時候係因為自家先學教，個學教先生拜託講啊，拜託同我哋寫一下，就開始本來是開啟你嘅當創業嘅關鍵。係，本來係一條歌嘅嘛，天公落水啊，就係寫啲嘅第一次嘅學校啲嚟嚟啊，就寫一條，你想就古不離中是寫5條、寫4條歌嘅，啊寫4條，你想就來出啲嘅轉型好了。嘛，跟人都古不離中。古不離中就是乾脆啦。哎，我意思講，也係一個機會啦，吼，也係冇想到一個奇妙的化學變化。本來係冇想講要做，結果做下去，小朋友愛喜歡，學校吃到暗好，有安尼教學應該係當有效果嘅哦。是就轉系發行以後是有宣傳師嘛，啊就有到學校每一年講，看做得落去學校做分享，還是有一開始就設計一個人講好客類嘅，就是跟你講超大暢遊課，靜態型嘅，全部學校嘅人講下來。學生用本來創一年嘅客家歌，一年創作嘅歌曲是錄去學校第8度，啊是就這樣子，差不多2015年開始是錄到學校第8度，啊就有青島嘅學校還有先生，然後一年青島嘅支持，咪強用大鵬大家啦。哇，大鵬大家，真嘅，也好做到聽一些吼。上手地講，大家一定真氣氛啦，吼！也嚇你看烏克麗麗吼係一個當腔，嗰個大人、小人全部都在彈。嗰個佢唔係一個當貴嘅樂器啦，吼！不過一下就家庭啊，就做得有節奏，又有嗓韻安尼，又有旋律嘛。拿出去真簡單啊，就簡單啊！小朋友佢教其實唔會遲到，跟數個真像教幾大，會動通啊！啊，烏克麗麗佢唔會。就是像用較強壯、較神奇嘅樂器，較強壯、較神奇嘅歌曲，就會帶來你小朋友嘅嘅靜態嘅動機落去學習你嘅母語啊。哦，做得寫到基礎錯嘅，這係真重要嘅事情。寫，你就會寫明過來。用營養做嘅時節，除了大家談創意講，因此都對你母語嘅推廣係咪要動大加分？母語是安用啦，是講你下小朋友唔係冇像頭擺安用啦，頭擺是你教嘛嘅本意，其實學嘛嘅。你下嘅小朋友先細細嘅時節，其實有青島嘅現切嘛，其實看 YouTube 嘛嘅東西。故所以你嘅你教你睇人是有嘅。用班來去傳承母語，就有一年嘅改變一個新嘅方式來去做啦。也係我倆幾年嘅想法，啊，就是講咩強用我13年嘅想法可能係唔拉到，因為青島人咯，一年有建議，然後還有青島嘅意見，才知道還係講十分感謝大家。你嘅推名真勁當好用啊！大鵬耳，大鵬耳，大鵬耳。係韓國你來看吼，你專輯地圖吼，你看你係聽意思，你係提意思。哦，你兩種都係非常嘅定音聲，看本小朋友知道講當聲音嘅，所以按用你當初用一隻繪本嘅概念去設計哈。冇錯。係。所以好教好聽，啊，底部都有歌曲，還有卡拉，啊，馬該是有100是做本語，佢做得來講是不惜寫本啊。真見那地圖誒，圖等等都做到當定音聲，全彩印刷。我知道你倆所有嘅倆圖吼，全部係配合電機嘅倆主題，譬如講，好，我前面個，我家下翻到倆係，暗號式，
暗红色。暗红色是暗红色咩？暗红色啊，暗红色哦，暗红色，所以哇，有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小朋友看到是会哇非常的喜欢。写几个类啊？系写几个类，咁按用呢啲所有第一本係完全你自己嘅創作哦。第一本有一个朋友老爱听书，哦，第二本有好更加多，哦，所以第一本呢，巧克力里一，你係大部分你自己寫嘅歌詞歌曲。主題嘅彭于亮，彭于亮先生，以外阿里阿拜還有更加多劉慧卿啊，還有嘅葉玉婷啊，係葉玉婷，咁下來做禮拜嘅創作。所以禮拜嘅專輯裡頭其實總共有4位嘅詞曲嘅創作者。對我來講，好學你去嘅推廣母語嘅方式。比如說，可能漢拜大部分嘅歌曲唔係我寫嘅，可能係另外嘅作者來作詞作曲嘅作者來寫嘅嘛，唔一定啊。哦，所以你自己是發起人是？發起人啊！係大家打開兩本繪本，這個音樂繪本第一頁是由巧克力里嘅發行人是劉永昌先生。我想按用嘅構想應該會衝衝叫叫啦，因為大家是當戲粉。是戲就和最尾係講一句啊，大鵬大家。大蹦大家。其實吼，第一做咧音樂專輯吼，地圖有請到去挑戰啦，又係講有請到新奇嘅想法。香港熱度學搞地圖吼，我講台興嘅唱遊課是係真正大家搞起來，裡面還有很多的道具啊，哈，香港又帶動唱跳啊，為小朋友大家是搞到吼色彩動過嘅吼。等間下節目到盡啦，吼，繼續來談阿聰分享嘅巧克力里哦。大家轉到復起來咧，上課了。而上乜嘅課呢？係上烏克麗麗嘅課。阿聰先生嚟教大家來彈琴。先生好。Rita 你好。今本日我要唱兩條歌，叫做失戀歌、思念歌啦，吼。思念歌啊。思念歌啦。哦，思念歌。好，先生，你睇啱嘅咧，別啱字。都有安嘅用啊！安樣是威嚴感吼。今日先教大家看用班人來看譜啊，因為安尼個教練樂譜來彈咩？我哋來看兩段啊，歌曲進行有看到嗎？有。看到哈，另一邊有嘅有嘛 I， 有看到嗎？有。I A B 啊鍵 C D E 嘛哈。係。I 是音錯嘅意思啊。就係一開頭，就係前奏嘅意思。前奏。A 是 A 段，B 是 B 段，嗰邊講間奏是講當用有嘅咩嘅樂器啊來做那個自己的獨奏吼。基本上來先來到 A 段時候嚟啦，吼 A 段有看到啦？有。張燕來呢邊來開始吼。所以按講吼，其實你看呢樂譜吼，曲序的進行，你完全就做得對的。它 A 段下啲哪 ，B 段下啲哪，你就照佢嘅順序，照佢嘅順序就彈下去是做得咧。還有嘅可能還會轉來 A 段嘅歌曲啊，就是你是多轉來彈多啲啊，樣是做得咧。反覆，完全就照佢嘅順序。韓國它有寫 key 啊，就它的調性咩？韓國佢嘅節奏，教大家一下好冇？節奏啊，你講嘅 C 調4/4拍。哦，係，我同大家講啊，因為有啲人可能冇買了解。C 調4/4拍，所以一拍有4下嘛。基本應該呢，失戀歌是一拍有4，一個小節有4拍啦，哈。1、2、3、4，基本上吼，你嘅歌曲唔會，你落去練習唔好動腳啊。本來佢嘅速度，大家有冇看一個小豆芽？黑色的豆芽底下96。96有下腳啦，你基本上唔是下腳，基本上是講96的一半時候咧。嚇？一半時候咧，吼。60時候咧，50時候咧，吼。佢講1、2、3、4，這是4拍。4拍。1、2、3、4。張燕來思戀。
真是恋，打扮那刘三妹，打扮那刘三妹，我呢哦，打扮三妹，三妹过新年哦那哎呦呦的哟，有简单哦。安尼就简单，因为我哋个速度变较慢。先生迄讲伊安尼教，所以个小朋友讲，老师我不会咧按简单，你要本佢的挑战吗？内容是教较夹嘅时候咧。就要变动难咩？本来迄安尼开始迄50嘛，50公里嘛吼，安尼你下多差不多80公里啊。好，准备哦。好，1、2、3，冲！张眼泪是啊恋，真是恋。变难咯。打扮那刘三妹，打扮那刘三妹，我讲打扮三妹，三妹过新年哦那哎呦呦的哟，哎呦真强哦。哎呦，你啊团有个4节的和弦，你全部是一拍换一个，一拍换一个。你刚才迄下规矩的1、2、3、4，没可能系用较复杂嘅节奏，好冇？小朋友做得忙，安尼嘅教学过程。做得啦，就是安尼不能演落嘅主开始演曲啊，第一拍是休止符啊。系啊。哦，第一拍不要弹，系用诶。2、3、4，2、3、4。2、3、4，长夜来是阿恋，真是恋。打扮那刘三妹，打扮那刘三妹，打扮三妹，三妹过新年哦那哎呦呦的哟。真强哦。好弹诶。你啊个学生嘅有。天资聪颖啊！脑筋动好，感谢先生。我发觉无腔样姐姐吼，弹起来嘅曲嘅韵味，却无腔样。其实无相同啊，你这教人哦，还有做动作的事情，就会俩亲悠路嘅所在啊。哇，还会讲亲悠路的所在，就是它很巧妙的地方。过安尼，学生做得来比赛呢，比如讲就可以玩速度，对不对？教速度啊，还有教有种人唱歌的啊，有种人教乌克丽丽啊，有种人打鼓哦，来配合吧。很赞哦！系啊系啊。佮安尼吼，你啲教学嘅过程吼，一定同于亲密咩？就教学是学生会有种人吼，啲啊就会从有种人是因为你有进动作嘅互通嘅方式嘛，就小朋友是卡树讲，眼尾，就卡树卡起来，讲眼问题嘛嘅，就讲其实倾向我留你互通啦，唔过你冇嘛嘅是点都懵，佢唔記得咧。想去表現出嚟，動要興趣。呢下嘅小朋友佢唔會強，唔會上分啊，係啊，唔會強嘅。安尼動好誒，表示講人嘅規個社會教育風氣有係那進步。動進步，唔過是你嘅就有一個現象有啲較奇怪，比如講喺客家中，佢們講你爸爸媽媽還有阿公阿婆行人嘅家屬，大部分家屬，你會講行冇？青島人是超過一般嘅人是唔曉得講行，是啲一個我知道一個社會嘅現象啦，就唔過你嚟教學其實有一個，因為你嘅現場你會有一個氣氛，你講你會講行係一個懂封神嘅事情。懂傻批。懂傻批啊，就會我會講行你有自家嘅講密語通關密語啊，你有自家嘅語言，你做得牢，你自家溝通嘅湯姆森，就會用嘅方式，因為小朋友前夾到前好呢種教嘅方式，你就用就專門嚟。然後就給寫記來學，其實都學到嘅客家話真好，
哇塞，安样动好高，所以所有朋友上了学校教不了，好克里里系动好的方式。韩国呢，你来讲，你自家的母语哈，讲下行做的，还有对我们自家的悄悄话的通关密语，真紧动风心了哈。像安样因哈到学校是顺飞的时间哈，你知道顺飞啊，安样因然后好克里里，韩国要小朋友来唱歌的时间，你知道小朋友安样本意都有乜个？动态鼓励，因为你都去几多条动好搞咩，唱友会马上好，那个小朋友一定有法图啦、写诗啦，我还看记得有让你都写问卷等等啊，哇，给你们很多回馈吧。小朋友是落去学校有同多嘅学校嘅先生，然后你听书，比如说你落去学校以前，差不多1张年、2张年以前，学校嘅先生大部分是教我俩条歌曲。我看还哋搞了太了被 Q 诶。佢說錯啊，還有你有青島結合你嘅語面你譬如講你啊係你語面也等係中國卡語面機嘅，第八度你就會神族嘅變到一個種大滾球道具，它是台配珠，台主公是變到你。語面機小朋友聽錯會記得嘅方式啊，好搞誒，而且很環保誒，有做得看到助攻係咩？很符合現在。可能都助攻，啊名也都助攻，啊唔過冇就你又環保又生氣，又生氣，就說是你啊條學生就同樣啦，你啊已經冇單槍母語呢，只係你客家文化用班，然後。落去呢嘅小朋友嘅情感度上進係啊，你講有一個記憶是細細嘅時間是有看過神族，看過你語面呀嘅故事，聽過語面呀嘅歌曲。有根本嘅連語面呀未有來到現場，嗨，語面呀你好，你用老劉唱上到安強哦，聽那冇老富士完全窮容嘅。有嘅，富士北啊。富士北，今日條歌曲。語面呀大家全部開，咪係你跳動經典嘅曲個。喺節目當中用了烏克麗麗同你彈唱一下，好唔好？冇問題。耶！你嚟彈歌咯，來分享阿唱。是大氣吧，是淚茶。是深夜班，哎呦，是草竹蟲，是大鑼鼓，是機弦呢，是吹彈嘞，哎呦，是衝山歌，有音樂咯。是這家嘅名，有音樂咯，唔是專業嘅路誒。世界有多大？要說什麼話？你明呀呀，高矮講客話。世界有多大？何處是我家？移民呀呀，帶愛轉不開。耶，好聽！移民呀呀，帶愛轉不開。我今日呢個節目當中好有兩個移民呀呀。所以哎呀，你本來你看，你做得係當定音寫嘅歌曲，咪做得係咧大人唱，咪做得係小朋友唱嘅哦，哈！等下到咗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哈，好克里里熱鬧你地圖，你都做得堂到有大人上，沒有小朋友嘅上哦。大家
家转到复习来嘞，今日节目当中呢是好客丽丽、好客丽丽，你是刘永川阿创大棒音乐团吼，你咪好客丽丽的发行的。阿创伫节目当中呢带来佢嘅音乐、佢嘅作品，爱持续当用心来做，通讲各种专辑。都发动都会心血，动都会钱，系冇阿创。是。啊，各种专辑差不多系破百的制作规格啦，哈。就超过100万哦。叫很做的拿钱赚应该不卡去喊就做得的啦。其实你真经当用心啦哈，所以咧，家虽然你哋闲聊打嘴鼓，些就讲到讲，一种专辑会花很多钱，不过我持到非常的有价值，因为我哋也看到，无论伫学校也讲，平常心伫推广，我自家看到，我是非常喜欢，我咪当然以买本成人啊，也系讲我自家买了，我自家咪做得学啊哈，所以我相信你咪受到大家当都会回馈吧。就青铜影是any有个免俗嘅粉丝团嘛，就会写夹到嘅感想，还有学校嘅家长们就会讯息问你讲，那时有机会过去学校来去表演，哇，就系来去推广啊样嘅。对于 any 来讲嘅，对我自家来讲。较感通嘅，个心情是讲有同多嘅作词、作曲嘅人，但是做得来分享好听嘅歌曲，本小朋友嘅歌嘅，拿歌来去参详一下，比方讲去学校里里啲配度，夹条是听说二话不说啦，二话不说，哇。你的意思是讲，做义工也讲一起参与这个计划是创参与啦，做义工的群人啊，因为当然嘅参加人嗰个方式冇相用，故说来做得参详啦，故说你汉拜对他们做得啦，但是讲其他嘅组织叫有兴趣嘅就讲来去。然后来参详，天发一两片哈。大风海家有永远嘅哈，我相信所有有兴趣嘅客家创作音乐人都做对来参与啦哈，因为也係一個人講，愛扎金，愛推廣，其實也就係同時差，佢家講行業小朋友嘅習慣度哈，你平常時講，我們要走進生活裡，走進文化裡，其實當初講行業習慣度，你就會永遠就會愛它。也係講想愛有安尼興趣，就是有那個動機啦，哈。就小朋友當你那樣想嘛，譬如講青島嘅小朋友，佢哋嘅因為你表演，大部分啲嘅導演係新竹詩、新竹演啊，大部分嘅小朋友佢一生人第一擺看現場嘅演唱會，就看你大幫樂團。真嘅哦。新竹，我到新竹係安尼嗎？就嗰個对于我来讲，呢種嘅心情是知道，哎用是第一擺嘅看演唱會嘅經驗是客家嘅樂團，係知道真榮幸啊！安尼我聽嘅，我知道有一個動態任務嘅。你講其實新竹算係講還係有一道資源嘅啦，吼。安尼你行啊，3萬，到下一度嘅學校去，真勁。就青島人來留迄個線啊接起來，就因為唔係講大部分嘅學校，因為落去學校，啲輩都做表演，不管係語言啊，也係學校裡兩種唔相用嘅推廣嘅方式，是同時要學校嘅欣賞，就本有青島嘅事前嘅工作去做嘛，比如講學校啲輩都嘅。就有限是標嘅音樂，標下去，嘅模擬嘅音樂，還有嘅學校嘅模擬嘅欣賞，還有音樂嘅社團嘅欣賞，向下來聽數，嘅講模擬嘅音樂上有辦法來去推廣。唱歌佢是曉唱，你是有可能曉講。因為呢下啲嘅就社會嘅環境冇相用啦，所以講係種，因為對我來講，我細細啲世界啲嘅蛻變嘛，佢是糖多
嘅唔係客家話，唔過我開始學習客家話是喺談客家人我開始嘅，比如講顏志文先生啊，還有青島嘅做客家人我嘅頭先開路嘅人，我要談兩條嘅歌曲，啊，係那個類似講客家話，啊，呢下就是變到神法，但是種嘅啲係有個歌唱，嗰種人講是一個很軟嘅一個。嗰種界面，做啲滲透都應該神法當中，都神法當中，都你嘅情感度當中。係啊，真嘅。故說呢，無論用哪一種方式啊，哈，還係愛打幫大家，比如講講到客家教育者，佢愛向用音樂教小朋友愛嚟支持咩？講嚟談一種音樂嗬，要出題有冇向嘅創作者，還夠有小朋友向下來唱，一條小朋友用嚟寫，因為佢哋可能要教佢唱，一個某一天同佢講，唔講你愛花時間教佢哋，咁係你對學校去討嘅，也係你嘅親戚朋友用嚟引來嘅嚇，邀請來嘅。第一種全是嘅就係黃嗰種啊，即係睇嘅六年嘅學生，大部分是係我帶出來嘅學生。你自己帶，所以你啲學校教嘅社團嘅學生，還是有攀嘅海選啊 audition。哇塞！全學校嘅小朋友睇下就 audition， 啊是讀出來有8殺來去做6年。兩種係冇共用，學校你嚟聽習兩種就係緣分呢件事情係重要。緣分。我講按深奧嘅詞係。緣分是講，比如講，佢第一條歌叫我對着你笑嘻嘻，我對到你笑眯眯哦，就我去年有一個緣分到花蓮啊，做一個計劃是到鳳林啊，鳳林嗰邊有客家人，啊有原住民是太魯閣族嘅，我是邀請嗰片全學校嘅人，還有選一集嘅原住民太魯閣族嘅人來唱呢個客家歌。哇！就係已經緣分。真嘅，我看到有錄音小歌手，啲都有桃園龍潭國小嘅小朋友主動帶同國小，係你太太的學生嘛？哈，韓國有花蓮北林國小，就人家講嘢嘅計劃，個台中龍山國小。哇，嗰時青島人來參與呢？就得嘅青島小朋友冇向人家緣分嘛，比如講第八度龍潭國小就係玉田嘅學生啊，咪講社團嘅，就唔過就安陽是有一個。而且較辛苦嘅就6人啊，6人嘅比賽全部就會來到嘅學校第八度，配合小朋友啊，因為大家有談過專輯，應該有談得到，有第個小朋友佢過程可能唔係講100%完美，唔講係留下來係佢呢下嘅年紀佢做得到嘅事情。當純真嘅上，當真實嘅上。你啊，安陽嘅上演是我知道值得有價值有留下來嘅。好聽真嘅，像我聽到兩種專輯嗬，真嘅都非常好聽。當成年歌，呢度咩開始講嘅有啲傳統嘅歌謠嘛嚇，好，故說兩種嗬，目前有更有大家票選出來，唔係歌曲，大人啦、細人個都應該冇共用哦。細人嘅，我講第一種專輯，細人嘅最，我就問一條6人嘅學生啊，講你是都當最好聽嘅係那條歌，我是。你講乜嘅？我冇想到是佢條線歐洲嘅海。啊，這麼成熟的歌，歐洲嘅海呢？是歐洲嘅海，青島太原3個班啊。係啊。然後你大擂台是。歐洲嘅海，一個動情嘅理想背景嘅你，小朋友你唔要種用咯。嘅太原呢？可能小朋友想去唱太原那樣，給太原用嘅那樣，表達成熟的感覺。今日即家嗬喺家中喺太原，我當喜歡神夢嘅感情，神夢嘅感情嘅安置社。我當喜歡呢條歌曲，真經聽咧，不知道當感動。就你
有声音咯，有去係。你吐過聲音嘅吼，去吐一擺，你彈了條歌，其實有感覺，真見。就細我嘅就嚟到我天數天講下學嚟。真見，而家做爸爸咧，彈起來吼，我本自己個感動咧。係啊，就我下就出嚟啦。就人哋講啊。真見，好，我想時間短短啊嗬，要當到精彩內容，我同大家分享。我想當然有機會就個繞場啊唱，後邊還有當到嘅計劃，所以繞場呢度到教人嘅嗬，分享送你大幫音樂團，但你搜尋浩克里里是做得親密到嘅嗬。當然兩種專輯，要結合繪本。音樂 CD 還有伴唱嘅卡啦哈，所以大家呢度還有樂譜哦，哈，分享大家唱下來，神奇嘅教音樂，神奇嘅學客家話，今日再次希望阿昌，希望你，希望希望所有嘅朋友，等下繼續聽你線上嚟做圓同了，講了，拜拜。